凯美洪台扫来，总统赖清德取消视察汉光演习，改去巡视中央灾害应变中心。针对于外界关心的明仔载敢会搁休一天，台北市长周万安是表示，暗时8点会搁再宣布。也申报目前已经升价可能发生土石流所在附近居民拢先暂且撤离。南京南桥甲菜一直放伫咧地下内面。 凯美洪台侵袭台湾，民众拢伫咧传食。伫咧风雨愈来愈强，来问饲牛的人也愈来愈少。业者表示，甲前一天比起来，生意有差。昨天人比较多，有人怕今天风雨比较大，所以昨天都出来买了。买一点青菜煮那个罗宋汤。还有我有买那个乌龙面，就煮个牛排，买一个那个臭豆腐。凯美洪台瓦群上北是传礼弹，台北市长周万安再去主持洪台工作汇报。 估计台北市伫咧24暗9点会建立10级风的暴风半径，要到25早起7点才会脱离。外界关心25敢有机会搁再放一天风台假？周万安表示，照惯例伫咧暗时8点对外宣布。我们会再听取最新的台风路径相关的雨势、风势的分析，晚间8点会对外宣布隔天是否停班课。 那目前了解，确实在今天下午开始，我们的风势雨势，都会增强。台北市水门也伫咧23暗8点开始执行，伫咧爆发外口的拖吊作业，有200台车被拖吊。凯美洪台速度放慢，新北市长侯友宜讲，估计伫下昼2点到25日中昼进前风雨上大，市府已经管制山区甲沿海区域。 有防性撤离362位土石流的江西区居民，也到蒲洲桥视察内进领地，也有港区的防线准备。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中午之前，台风最大的时刻没有必要不要出门。那我们要监看整个大潮所带来的伤害，做好整个台风的准备。因为总统赖清德本来是24要去高雄4度汉光40区演习，因为凯美洪台已取消。 改做去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视察，提示爱特别注意降雨加土石流的灾情。在全国土石流的浅市地区，应该要撤离的民众应该都要尽速撤离避免因为04、03地震之后，再加上庞大的雨量，造成土石流的发生。特别是在浅市地区里面有慢性病的。 赖总统表示，因为南部拄好是大潮，佮再加上风台风雨正大，地势较低所在，包括抽水站的设备甲人员，拢爱做好准备，也要注意水库调节性放水。若是要放水，应该有防性通知民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